哎呀，每逢大時大節之後，塊面睇落好似圓潤咗。唔使問啦，呢排個個星期打邊爐，食嗰時開心，但之後呢，便便唔暢順，個肚谷住，好似有 food baby 咁。睇下個體重直線飆升，講中咗你，其實係個腸道根本冇排走多餘脂肪同宿便，所以我最近試咗呢隻 Bad Herbs 醫學級瘦身消脂腸道益生菌，係由腸胃科醫生加藥劑師推薦嘅紐西蘭醫學級品牌，配方加入 AKK 殺脂菌，同埋由16種超級莓果組成嘅專利植物酵素，係專門針對高脂高甜飲食、多肉少菜又唔做運動人士設計，幫你做腸道大掃除，輕鬆阻隔油脂。我親身試完，最明顯係食完第2日腸道暢順咗。唔再谷住，而且7日後腰圍瘦咗4 cm， 體重仲真係有下降，啱晒啲想 keep fit 但好難唔想做運動嘅人。如果你都係大時大節食好多嘢又怕肥，想用天然方法養成易瘦體質，去以下銷售點就買到啦，一齊解決宿便困擾兼踢走肥膏。而家萬寧仲做緊限時優惠，快啲去買啦！